次上香的时候，我在那跪着嘛，但是我看见我坐在那个台子上，就白色的那个圆台上。然后那个龙和凤凰就在我旁边在那飞啊什么的。哎呀，好了，傻姑娘，不要多讲了，知道自己了，多讲就叫炫耀，听得懂吗？你看看台长很低调的，什么事情都要低调，明白了吗？那我没跟别人说过。对，很多人在农村就是的，哎呀，我看见，大家都去找他啦，把他供起来当菩萨，很快就死掉了。不可以的，他没有到了一定的境界，他过早的泄露，他不行的，他不是真佛，他是身上可能有菩萨在，或者有鬼在，或者有灵性在，他看到一些东西了，人家都把他供起来了。好了，他一敛财，一做不好的事情，接下来就收走了，听不懂啊？我听到。